处是家，何处是国？怎么也上酒店喝酒？几问？而且上了年纪，酒量倒不小，难得。酒保，哎，快拿酒来。哎，夫人，你年岁大了，不能再喝酒了。不，你的酒质太浅，经不起我几口喝的。哎，你已经吃了不少酒钱了，还是大王呢？姐。忘了带了，刚才叫人送来。哎，夫人，我点酒质太浅，想必你家酒质很大，还是回去吃吧。不，你点虽小，可是你的酒香啥呢？再来一壶吧，我会给你找明白。哎，这话为重听。好，再给你一壶吧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醉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城，恰到海棠一秋。知否？应是落笔何收？还在唱我的诗啊！哎，唱你的词啊！夫人，你喝醉了，
你谁啊？哎，他是。告诉你，唱的乃是我宋朝有名的女诗人李清照的《史梦玲》。什么是你的字呢？李清照的字不就是我的字吗？这不是他的字啊！不能也在此喝酒了。我们他回去。夫人，我们回家吧。快走吧。唉，子妃，夫人，子妃，应是乐为红袖。他怎么还懂得诗字？看他气势不凡，像是个落魄的鬼武人呐。他天天借酒浇愁，我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啊！我没有醉。哎呀，夫人才过，老酒糯米粥吃得过都是伤身体的呀，下次少吃一点。哦，我去烧点玫瑰菜汤，给夫人醒醒酒。酒拿酒来。夫人，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，不要再东奔西走了。谁有差错，叫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？夫人，你年事已高，连夜转乱奔波，今日已非往昔，万望珍惜，千万不可再去饮酒伤身了。就好，已在家千愁，拿酒来。夫人，难道你就忘了？爹已买菜，外姑妻情郎后程苦中乐，吉祥子原是进门传与我，太夫人就不诉高，他应算是万人老爷临终托，弥补生的心头缺。我晚年聚会，万不什么诉告，你们都叫我出去。哎呦，好。在旁所讲一往
很多说了，你快抢救！等有我，夫人，抢救！这危险！你快你闹出去！你闹出去！夫人，你快出去！夫人，哎呦！把伤从不便水银，好在我家就在这里，由我来照顾，夫人尽可放心。好好养伤吧。夫人，上车吧。来色如意，来色如意知分墨，诗的阳关唱到千千遍。闵仁兄，看来甄少今天又到不了江宁了。兵荒马乱，道路难走，夫人才带大众过东文湾，就怕途中。自从金兵攻占京城，落罪而地，江南人心一直不稳，事情轻舟已破，只怕京城迟早要荡过江来。到那时，夫人带来的这批贵重物品，说不定翻成了累赘了。
在这村落年月，我们这些读书人真难呐。长梦不忘，夜雨声，寂寞湖山湖水茫，我愿归去看父家。有过并天10年老，书生报国空，言之多有心肠。说郎高，师兄，看来清早今天是不会到了。是周就问夫人才明，一旦到了，务必早为小弟见去问问。王仁，回去。是周兄。好。老爷，什么事？老爷，夫人到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在江边等了2天，渺无音信。今天刚想去接他，他倒来了。走，去。是。明在，明在，回来他。人渣，你受苦了。一场相思，两处烟尘，三湘美的越伤心的。两地相思绣在书，万千颜柔从此情。兵荒马乱遍地是，一路之上艰难觅。夫妇不成家，将来再把家等。明在那不在雨夜里散心，再怕江南也难等。一句话
难道山河将心计？听说新营出了只有家军，还有大将混世中，都叫惊人害怕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这么说，大宋有望，大太来进兵，百姓又可以过着太平日子了。王真，夫人，你不是老爷辛苦了，与赵老爷1年都没有见面了吧？是。明真，让他们去歇歇吧。去吧。谢老爷夫人。爷夫人。去。离别1年思相见，为什么专制找不成王一生？让我多看你几眼，胜过千言万语情。心里同样总相挂，真真谢谢见你心。明真，这今日老人接你多少年的心血，我还是没有把他保护好。不要紧，我们还可以重新嘛。你从话中救出这么多死角，真有是救我一命啊！你我赶紧把他追捕好。老爷夫人，请用茶。放在桌上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今朝多时不认端茶，今夜你我菜市端茶是哦。好，乐意奉陪。今晚菜送名片，由我出题。不，由我先出，以后谁胜谁出题。随意你。好。秦桧时有缥缈对魂心有1万之恩，相救而不多报，所以为千古佳话。请问在何所？几君几业几行之中呢？在史记卷92华阴儿列传第32第7行第19时期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我爱往生而今日，希望报复。哎呀，夫人强记精神呐！奉茶。是，奉茶。今朝起呀，三生来
是不逢人，吓得夫人应三声。我是压着教官娶你来，十分对上三分金。人在话你4岁祖母教何事？7岁电视是如今，来世也有来世好，有万中出了你，一代才华女子人。你无言，大家闺秀自分清，归为门的是如今，恰有天堂丈夫妻。年轻20年，你为曲中君。长夜之妻莫杀夫，心言之中话真心。我常讲。把酒多黄昏，共赏花中的一品。难忘那归王要戏当马郎，明朝小杂列功名，难忘那通上没歹徒，茶香不香香难分。上有宁房
看我做什么？我们生不逢人，生于理论之秋。20多年夫妻，为啥离婚？真是可怜你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，没有为赵家生一男半女，我对你不起，我对你不起。夫人，夫人，为何哭得这样伤心？请夫人休再悲痛，振作起来。修补所告，完成老爷意愿，老爷心下有知，尽管夫人不要说了。夫人可还记得密正法师曾经劝你，他愿你死心永志蓬莱酒啊！哎，我要休息了。好，晚景还收拾一下，请夫人到床上休息吧。你们去吧。夫人，密正法师是多么盼望夫人好自为之啊！你们去睡吧。哦，夫人，我为你宽衣吧。不用。走吧。唉。密正法师，破屋囊囊谁用去？才拿小金水，家鸡与重阳，若在啥事半夜两处头，风里把醉，黄昏儿，欲望将眼神，暗香一生，莫道不消问，连卷西风，三笔望花生。密正法师，明正兄，这位想必就是宜安夫人吧？请早，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密正法师。哦，法师，今日是话无不精通，请找娘母就业。阿弥陀佛，莫道不孝闻，连卷西风，神笔望花手。生性苦调，千古绝唱，真不愧是一代女诗家。法师过奖了，请坐。法师，请用茶。好。不送剑，却送你落笔红手。今相见，神笔望花，为何有呢？国怨何及真纵横，心是人间10万修。百花在，却花里世事已碎，不传传
却把你心事穿透。这年头，生命是只张过，过日自己悄悄地，但愿你死心弄事红来接，就用我烟云也那风雨随。听说沈家万人内迁呐，边境到金陵，又从金陵到扬州，再往南逃的话，到那时看来江南无人日。明朝风更瘦，平生虽是空门，但国事时事看来也乃落根清醒了。不谈这些，不谈这些。清照，法师精通诗词，他还水上丹青呐。今天就请法师替清照写真，不知法师肯应允否？能为以安居士妙用，平生乐意为之。多谢。随卡，闭门侍候。是，请，来。名称画是画好了没有？画得像不像？夫人，你看，你看呀，你快看呐！画得像不像啊？看哪里？我看。夫人，你在说梦啊？你做什么梦啊？啊？再莫插花，花莫笑，可怜春日神将老。呀，好事，夫人，快把它写下来。写他这人呐，你呀。夫人，洗脸吧。今天安下心来，在家里好好修补书稿吧。等等，先让夫人把首好诗写下来。夫人，我将画笔当眉笔。夫人，请用早饭。我来接你画眉。哎呀，夫人，请用完呀。故乡何处是？忘了知非水呀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个善字你会不会写啊？会。那你写给我看一看。这些虽然仿品，倒也制作精细，实非见家也可语墨文字啊。
听老嫂嫂之言，定是行家。对古文我也有所懂。好，官少举止，该是书香官宦出身。听老哥口音，不像是临安人士吧？老汉是枇梁绅士，国破家亡，我父女二人逃离家乡，流落至此啊！哎，老嫂嫂，你也是？同是天涯，沦落人呐。自此下来，我们还是同乡，这真是他乡女心知啊！女心知，他乡女心知不可无罪啊！拿去问罪吧，拿去。哎呀呀呀！这是从西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木砖。老嫂嫂，你是从何得此啊？家传之文，问罪吧。哎呀呀，我说老嫂嫂绝非等闲之辈，木砖虽好，虽好。今日老汉主动买好酒，买好酒啊！啊，老嫂嫂，请坐。多谢老哥。去泡壶茶。他乡遇心知啊，应该先饮3盅。他让老哥了，干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能喝上这乡间米酒啊，已经很不错喽。是啊。恐怕今后连这个也喝不上喽。才与呀共，只老哥深深有罪为不绝，走在走上官家人心上哟。才女动干，前方专权不离，这几天又有不少伤兵拔腿下来，沿江乞讨啊！大哥，请我倒2杯酒。此间是昂语，不肯顾家东。 2位长士，你们受苦了，来，请受我这杯酒。家家妇女，家家妇女。 前方尊爵是我啊！尊称这就是朝廷的弟弟。现在只有我家军还在孤军本尊，身败难出。我家军
不知王真他们生死如何啊？水康，这是怎么了？哦，听说金兵就要大举南下，王仁要去投奔我将军，赵罗也要同去，可他们俩杀不得老爷和夫人，联姻之间想再来侍候一位。老爷，黑哑巴，王真知道，不该在这个时候走。去吧，你们都去吧。你们比老爷和夫人更有出息。老爷我在中国今日当过知府的人，可是对国家、对社稷又有什么作为呢？去吧，去得岳家军。王仁，送你宝剑一把，以作杀敌之用。谢老爷。孩子，你们切不可辜负老爷和夫人的一片心啊！知道。老爷夫人国仇家恨，永记心上，不杀的口，死不回头。王真、赵罗，你们把他带上。谢夫人。老爷、夫人，我们上路了。路上当心。做神奇，死也未用。至今四行里，不肯不讲动。至今四行里，不肯不讲动。家，何处是家？何处是国？夫人，你真发誓？宜安夫人，宜安夫人，宜安夫人，你怎么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！走。法师，请用茶。夫人引我落到如此境地，没有想到，真没有想到。明真，你看我这幅心里梅花有否长进？好，你是貌美了。想不到宜安夫人不但诗词古神，这丹青也是高手，佩服佩服。不手刻心脏里。
人相等，初识眉清目在心头呀。原来是张先生，请坐。结识一文夫妇，一个是四手，一个是上家，真是三生有缘呐！是这兄，我就知道是你呀，明神啊，明神！赵夫人到达江宁已经数天，你怎么连消息都不告诉我呢？哎呀，过人忘了，过人忘了。村长，这位就是我新结交的好友。他叫张这位张先生早已识过大名了。明仁兄，小弟这次前来，想看看少夫人从青州带来的古玩字画。好啊，请。这只玉物玲珑剔透，像是西周出土的名物，珍宝。珍宝，是啊，此物年代久远，人所难得，故而不以稀为贵罢了。难得。明仁兄，小弟这次前来要去健康为国要猎，得来是应。不过，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？少夫人这副丹青能否？3岁大呀，不敢相送。改日让清早送我一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告辞，告辞。师兄，我来送你。老爷，我是紧急公文，请老爷过目。知道了。子崔兄，事不允送。告辞。明真，为何转眉不转呢？圣上任命我河州太守，要我明天到健康接旨上任。你看，我去还是不去？我倒担心你病刚好，可是圣旨又不能违。你们夫妻真是为少离多啊！这也许是天意吧。唉，想不到从那次一别。明人，快！何事？好机遇，好机遇！内定总归张不良，今日好在过健康，据闻此公虽长，何不借机去拜访？听说张不良随营带有大众朝廷重器，明仁兄只要写成今日了，岂肯错过这大好时机呢？此公十分推心，嫌犯若见我孙家之宝玉物一棍，被我文言写在，他定不快。我看今天我不去也罢。因我看不妨携带玉物亲去拜访，彼此切磋同好，方可尽释前嫌。张公公乃圣上身边之人，又何必怠慢于他呢？这把玉物其实乃是名札，这是承启人造言传至今，以稀为贵，所以便成了国之珍宝。公公不愧为今日行家呀！哪里，此物我倒是没有收藏，不过我很想访他一个，定能论证。林仁兄，能否将玉物留下，借我一用，永别结完？明仁兄，借给公公那又何妨？何况有我可作证嘛。公公也有无数珍宝，实让你一件件估摸，怎能抄了到今日落去？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
公公意下如何？那是在咯。好吧。公公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，请。国师，真是国师！听说那张伯良已在带国宝北上，定是要夺城进榜。我那女巫也要一同葬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夫人，健康总算有心来了。啊？怎么是健康的笔记？老爷平说，我上不去，望夫人千万速来呀！老爷，你平体为好，又熬了一个通宵，你呀。按照这个药法，再去扎7天呀。好。
再看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终于来了。老爷的病怎样？我正要去扎药你。哦，我先去看老爷的病，再去扎药。夫人，这边走。你在？清早，你终于过来了。我是不许随康给你写信的呀。你应该告诉我，不要插嘴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来给你诊嘛。我以为自己还是个账户，现在看来是不行了。明真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药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自己的病是最怕用茶壶忘情的吗？我以为你病多服些混药，可好得快一些。想照着监狱，为人尽着了，不料反而加重了病情。你这样不是要折杀你自己吗？清早，你不要难。明正，再看，再老爷。我这一段写得好不好？我念给你听。今日咯，卷第12，今和故喜闻名，周阳家宗名，2长安阳公家，喜气无业，名曰。好，这是这样写太慢了些，我看还是我们俩一起写吧。不，你病刚好，好好躺下休息，我写了快一点就行了嘛。我感觉好多了，我能写。让我起来。不行，你还是躺着。哎呀，明仁兄，大难临头了，你们还这等高兴？张不良的事牵扯到你的头上了。是不是那牛夫？牛夫？什么牛夫？少夫人，那个张不良从明仁兄那里骗去了牛夫。明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到临头啦！那个张不良果然投诚了警报。消息传开，有人知道这只牛夫乃是府上的珍宝，便禀报圣上，说明仁兄乃有通敌之嫌。至今半之间康复，让我亲自谒见明仁兄，去朝廷受审。你在牛子，只有你一人知道，你要为我辩吧呀！天哪，我来这不怕自冤了。看明仁兄病人这个样子，叫我似乎下得了手。这一对明仁兄病好了，我再来押解吧。是这样。明真，明真，明真。家
我这大半生，我是做官不讲官，学问不讲文，可有也可无，不为也不仁。为谁往日尽忙转，岂不是碌碌无为须自身？不，你是知府老爷封雅信，无疑仕途显信雅文，在人间留下句子见识了，时时熬精血，卷卷劳身心，真是碌碌人无为。啊，夫人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本当是应分文，你人留，看起来是乱世事，也难受。月饼通体不把缘，宁先分文修木根，怎可以绵娘无马背上这菠萝精神俩得手，谢夫人啊，随我心愿珍贵分文回国了千朝气呀！可怜丢下你傻女子，生死苦难真你可不要胡思乱想，你要保重。今朝把金日乐交接朝廷之后，你就算尽完了对我的责任，何去何从？你明真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今朝为有一件事待你不起，我们又为赵家生意难半年。不，今朝你看，大金日乐不就是我们的儿女吗？我们俩本是心血养育了他，他不就是我们的一脉相好吗？你要安心养好身子，你我一起把他好好抚养长大。今朝往日差事斗杂，总是我说而不得应查。往日斗杂不是你说，是你娘敬我的。今天娘清早奉你一杯茶。谢夫人。明真，这位是我叔了。娘清早敬你一杯茶。明真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
你真的走了？你是梨花落地家无声，一终长已经下在世事兄弟今在老，得向我把头富贵的迷往神，多少娃儿来不及讲，29岁夫妻心为心，我好悔为报当初说掉，也怨我肉子杀过问，是因妻子寒心呀，天大的冤屈在杀人，因人以我多难人世间，撇下我在多愁的世人落手，孤多生。山河破，家园碎，只留下永别情，万年情相思自来想你君君抚摸，莫不
紧吧。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关路啦。哎，大嫂。哎，你要什么？我家夫人累病了，你能不能因故方便，在你家暂时几天啊？可以可以，论世家苦命，同是苦难人。不过我家超额简陋，讲究讲究，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。多谢。来，夫人恕我直言，当今皇上只顾将安危于不顾，节节难退。你这样苦苦寻找，奔波劳累，又有何用？当初在官朝廷是想捐献文物，为民人伸冤。夫人是万人老爷的遗愿啊！唉，只怪我有眼无知，所托非人呐！请进，夫人，张大人来了。哦，是你？以恩夫人久违久违，我在街上看见孙康在卖画，方知以恩夫人居士在此。请坐。好，请用茶。谢谢王大嫂。不知夫人投军之时，可有什么眉目？朝廷又是天马行空，在官至今，连身上的面都没有见着呢。事情朝廷令世家恩威尚不能报，哪里还顾得上追究名人的不报之冤？依我看，夫人不如将一应文物编码成简，落得做个乱世富婆，岂不更好？富贵算得了什么？清朝几年来流离颠沛，为的是替王府鸣冤，岂不问士大夫名节第一么？夫人高风亮节，四周岂能不如一臂之力？实不相瞒，四周已在朝中任职，这2天正采购实物，准备送到海上。啊，世泽兄，你念在名震皇室的情义上，能否应请早见驾？好，3天后四周来接夫人。孙康，用我的官轿带着夫人，我在火车先行一步，我在码头等你们。知道。多谢世泽兄。不必客气。夫人，上轿吧。快！哎呀，不好！慢一点，慢一点开船呐！等一等，夫人，等一等啊！慢一点开船。张大人，等一等啊！等一等！哎呦，慢点开船。快开船！你们不能骗人呐！你们不能走！哎呦，张大人，这是老爷夫人的心血啊！把他推下去！开船！不能走！哎呦，开船！
快儿满朝在，大宋江山哪得成？可叹你没有推门为有地，空有明月照楼人。丈夫还不够来得罪我，千辛万苦千辛，本是手上的宝珍兵中此去，去不逃，共为人。夫人，你要想开些，还要为老爷伸冤呐！夫人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明哲，我待你不起呀！夫人，去告张世周这股畜生！告！走！你诬陷张世周他人，上告少年民国，本当判你坐牢。知府老爷念你年老，不来分财，快回去吧！啊！府衙不正，我还要上告。识相的吧！你父少明人若无通牒，实际你有犯诬告之罪啊！现在朝廷都在东奔西走，谁还来管你这些？快回去吧！三婆家无归，丈夫死冤难伸呐！结果拿一把碗酒。好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喝酒了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啊！你们不要怪我啊！我们不要，夫人不要。拿酒来呀！管家，让夫人喝几口，这个世道太凄惨。再走上高府门，又怕张世周再来加害夫人，老奴才力劝夫人离开台州，来到另外结局在此啊！可恶，张世周正衣冠禽兽，天理何在？到世间万年聚会，心已死。还要受什么奇经，吃什么辛苦，种什么草泥，写什么长书，要什么金山牢。夫人，你错了。莫让
酒灌醉心，是民族骑上征途呀前程。明真兄临终嘱托千军送我，夫人你一生千计反本心，世道不公就是真，朝廷无妨托民心，这是高引流神间传后世。万兰夫人一腔心血化作阵阵金沙云，不公，万事求真，朝廷无望，苦托民心。心心绵绵，冷冷清清，凄凄串串凄凄，三杯啊！夫人，赵露是你？夫人，不要哭，快起来。王成呢？准世人上葬了。王成，英雄啊！我一直在寻找夫人，一路上讨着饭，边寻找边打听，今天总算寻到夫人了。不要哭，耐心一点，快说说王成的事吧。慢慢说。我与王成投奔我家军后，跟着我元帅抗击金兵，节节胜利，连今日都说换善意，回我家军难呐！我们所到之处，百姓头顶相伴，跪地凝祭。哦，可是朝廷呢？朝廷一生金牌事儿闹，三官杀得风不停。啊，怎么又被死了？父子俩都被害死我要去祭他一祭。不，夫人，你千万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被朝廷知道了，是要杀头的呀。我元帅，我元帅，记得清早到你满教时，只觉得热血沸腾。当你为4分钟，百姓为相归送，寄托着满腔爱国热情。当你知县镇大获全胜时，普天黎民奔走相告，握手相亲。总以为在大王龙万物三自在苦的，我今早可以无朝王府邻居，重返故里。
所知风雨突变，云山百世在风波顶中，这真是千古奇冤，千古奇哦！夫人，夫人。